那么古代啦，圣人要过世的时候啦，那个气氛呐，都是非常肃穆啊，很严肃，一定有弟子会前来请问他，说有没有遗言呐，要交代啊。那么这个圣人呢，他就会把最后的遗言，他心中的一个想法就说出来了。那么老子呢，太上老君，老子他的老师啦，叫做长虫，快要死的时候，这个老子呢，太上老君就请问说：“老师，你有没有什么最后的教化呢？这提醒我们呢，让我们做终身的座右铭呢？”这个长虫呢，就张开嘴巴，他就说了：“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？”老子就回答说：“在啊，老师，在。”他的老师又说了：“那你看看我的牙齿还在吗？”结果老子就说了：“老师，你的牙齿都掉光了。”这个长虫呢，他就对老子就说了：“这就是我要教你的最后一课，柔软才是最有力量的。你们自己想想看，舌头是最柔软的，一直到死它都没有坏掉，是最坚固的，强韧的。可是很快它就掉了，就蛀掉了。于是呢，长虫就又对他的学生老子就说了：“我死了以后，你应该要以谁为师？谁呀？用谁做你的老师？”这个老子就问了，说：“为什么？”这个长虫老师就回答了：“因为水有几个特质。第一，水是不跟环境对立的，水放入这个圆杯里头就变成圆的，放入这个方的杯子它就变成方的，加热它会变成蒸汽，冷冻就变成冰块。水的第二个特质呢，水是没有固定模式的，它可能是大海，可能是池塘，可能是瀑布。第三个，水是完全自由的，自由自在的，它没有束缚的，它非常活泼的。四个水的特质呢，水是最有力量的。水虽然是天底下到极点的柔软，至柔啊，已经达到了最柔软的地步，但是没有任何刚强的东西可以阻挡住大洪水的肆虐。水一来的时候，什么都冲走了。力量最大、最凶猛的就是水。老子啊，他听了老师的这一番话以后啊，就开悟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发展出老子哲学，讲出了《道德经》。这个《道德经》实际上就是一个柔软的哲学。我们依照上面所论述的这个公案，首先要使我们的身心要柔软，然后才有可能升起智慧。不止思想家认为是应该要如此，我们东方西方的所有宗教也都讲过我们同样的观点。如果你要上天堂，就要使你的心回归，就像小孩一样了。为什么要像小孩一样呢？因为小孩子的心性是最柔软的，是最天真的。我们为什么佛教象征是莲花呢？为什么？我们根据佛经的记载，莲花它具有5种德性。第一，它非常的纯净，你看出污泥而不染嘛，对不对？非常纯净。第二，莲花非常的细腻，像莲子跟花同时存在的缘故，它很细腻。第三，它非常的柔软呐、你看那个莲跟茎啊，随风摇摆啊。你看东风来，它像东风摇；如果西风来，它像西风摇。各位，随风摇摆啊，这是莲花的特质。第四个，它非常的坚韧。你看莲藕很坚韧啊。第五，
莲花什么特质？非常的芳香啊。所以佛经里面说，其他4个德性都是由柔软所生起来的。如果一个人具备了这5种德性呢，可以说他的心里就已经有佛法了。所以各位啊，柔软重不重要啊？柔软不只在我们佛教里面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，而且一切宗教、一切思想最根本的地方啊，所有好的思想都是从柔软里面诞生出来的呀。如果有柔软的心，那么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成败、是非、苦痛所带来的烦恼，你就可以调和跟去包容。这时候你可以升起智慧。所以柔软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跟人相处要有柔软的心，能够尊重又懂得包容，这样子你的路会走得很宽敞。今天我们借用这个因缘，如果你需要别人大家都要恭敬你、爱戴你、拥护你、对你恭敬，你首先一定要有柔软的心性。看到别人可怜，我们马上就能够同情他；看到别人不幸的遭遇，我们也升起那种怜悯心。我们不忍众生苦，不能正教衰啊！我们就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平安，都能幸福，都能快乐。这是我们学佛的基本态度。所以我们要向佛学习，向诸佛菩萨学习。我们不能辜负他们对我们的心意，讲出这么微妙的生死道理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随时在警惕自己，提醒自己，创造你生命的价值。这一辈子来到世间，你会活得很有意义，下一辈子你会更光明，你的路途更宽敞，你走的路啊会走得更幸福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，这些想要得到下一辈子有好的将来，都必须要从柔软心开始，而不是硬邦邦的很刚强，没有必要。我们对事不对人。所以以上这个道理呢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努力，一起来推广。好，感谢大家。南无阿弥陀佛。